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3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以赛亚书第42章14节到21节，歌罗西书第1章第9节到第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装聋作哑。圣经英文翻译 NIV， 它的标题写着 Blind and Deaf， 其实应该要翻译成为瞎子与聋子。但是我们根据今天的台语汉字圣经以及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以赛亚42章18节到21节，它的标题写的是以色列不受教。我们看到18节的经文这样说道：耳聋的人啊，听吧；瞎眼的人啊，看吧。世上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盲目？有谁比我差遣的使者更耳聋？以色列啊，你看了许多却没有心得，你听了许多却没有领悟。上主一心要伸张正义，他要使法律发扬光大。是的，这是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因为以色列人虽然耳聪目明，他们却实际的表现出耳逆眼盲，对于上帝的旨意，他们充耳不闻。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会用装聋作哑来切入。我们有时候对于一些年老夫妻，他们彼此之间的斗嘴有时候我们会说，特别是针对这个比较喜欢唠叨的姐妹呢，我们说，还有你先生有选择性的重定。其实这个就像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民对于上帝的旨意、先知的预言，真的是有选择性的瞎与聋。对于这些装聋作哑的以色列人，先知这样说道：上帝说，我已经沉默好久，没有理会我的子民，现在我要采取行动了，要像震动的妇人大声的喊叫，我要毁灭大小山冈，使草木枯干，我要使河流变为沙漠，使水池干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假装听不到、看不见，完全不理会上帝。上帝就以这样的大声量，就如同生产的妇女的叫声，为的是要使这一些人不但能够听得见，更是要让他们震耳欲聋。虽然他们已经装聋作哑了，事实上，上帝对于这一些没有走在他的规范上的人都是如此的。例如在出埃及的记载当中，当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圣经记载上帝说话就好像雷响，上帝的临在就好像是闪电，就是要让人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让人没有理由装聋作哑，说我们听不到。以赛亚先知说，我要领瞎眼的子民上路，
走上陌生的道路。我要使他们的黑暗变为光明，使崎岖小路变为康庄大道。我要实现这事，绝不失信。那些相信假神的人一定败退，依赖偶像的人一定蒙羞。真的，以色列人不受教，对于先知之言，对于上帝的旨意，对诫命充耳不闻。上帝因此就大大的不悦，要让以色列人有感，就以妇女生产的哀嚎，大小山冈的震动，使草木枯干，使河流变为沙漠，使水池干固，来唤起这些装聋作哑的以色列人的注目。因为这一些自以为义、背离上帝的人，若不遇到人生的尽头，基本上是不会回头的。若不让他们见到棺材，他们是不会流泪悔改的。先知苦口婆心的劝告，就如同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他也不断的为教会的基督徒祷告。保罗说，因此自从听到了有关你们的消息，我们不断的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从圣灵得到各样的智慧和理解力，能够充分的认识他的旨意。在这里圣经这样说，充分认识他的旨意，其实就是如同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上帝以如同妇人生产的哀嚎声来对待以色列人来说话一样，让他们非常清楚。英文的对话的当中，特别是在一些公共场所，特别在训练会的当中，这个站在台上的主讲者通常会问说 Are we clear？ 是不是我们都清楚的呢？而在回答话的人通常会说 loud and clear， 意思就是说有够大声啦，也有够明白的啦。这样的目的真的就是要让人听得见，听得明白，然后在生活上能够实践，让主的喜悦来接纳、悦纳我们。圣经的经文这样说到，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在乎主的要求，凡事使他喜欢，同时他会在生活上结出各种美好的果子，对上帝的认识也会增进。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到坚强的力量，有耐心忍受一切，要以快乐的心感谢上帝，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全信徒们在那光明的国度所保留的福泽。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生活在他爱心的主权下。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的罪得赦免。基督徒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教导，他们就心里刚硬，装聋作哑。我们应当要努力成为一位耳顺目聪的基督徒，尽心尽力尽意跟随主的脚踪，来爱主，来爱人，
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还是一样要用诗篇146篇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祷告。要赞美上主，我的灵啊，你要颂赞上主。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不要信赖必朽的人，他救不了你们，你们一死便归为尘土，他们的策划当天便成为泡沫。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那投靠上主他们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始终持守着他的诺言，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使盲人能看见，他扶助起被欺压的人，他爱惜正直的人，他保护寄居的外人，他扶助孤儿寡妇，但要挫败那恶人的计谋。上主要永远作王，喜安啊，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要赞美上主。